6月9號恒指 A 段落嚟，呢條上返去之後，四跌金，呢度跌金，好，之後呢度係橫行，4小時就拎咗呢個升金。今日一開始，好，先之後呢，呢度一開始咗個升金，好，咁一開始呢，就有諗過呢度有機會係2B 啦。咁之後呢，佢一開始就會開始諗佢有機會係咁樣就落。咁但係佢一開始呢，就升咗上去呢度。15分鐘，咁樣之後呢，11點，咁如果呢個假設2B 嘅話呢，咁佢618其實就喺呢度。咁啱搭住咗呢度，咁佢呢一度呢，就喺嗰個呢度係跌金，咁所以呢一度呢，其實就係算係一個分界線，同埋如果佢回翻上去超過618呢，咁佢呢度呢，就唔可以當係2B 啦，可能係假設佢係橫行。呢個0915係，咁我一開始呢，就呢度升咗上去啦，
有個星撳，咁佢呢度壓住咗跌返落嚟。如果係當佢橫行頂咁樣買呢，突破咗個橫行頂，其實都可以入嘅呢個星撳。之後佢呢度上跌返落嚟，再一個星撳，之後呢度再一個星撳，即係行橫行。之後呢，佢呢度再上嚟呢，佢就俾上面嗰個星撳壓住咗，就放多個橫行喺度，即係呢一個撞翻個頂。所以如果呢度有動能呢，又咁啱配住11點呢，其實都可以做嘅。係啦，即係如果係 short 嘅話，就喺呢度 short。咁之後升撳呢一度，同埋呢一度。咁我就掛咗喺呢一度，呢個23972，咁去到12點呢，就冇落到嚟，所以就取消咗。咁但係如果冇取消呢，就會 hit 中咗啦，原來晏晝。可以取消呢個，係啦，咁就可以呢度 hit 中咗，就係咁啦。